你看，这片天气险暗夜，面前有个凉亭，不离千王万岁，一步到凉亭啊！也好也好，才见带路吧。万岁随我来。才见是何事相逢啊？启奏万岁，不得了，本山壁有奇迹出现啊！什么奇迹？哎，本山壁又出现菩萨，请万岁看来呀！喊我看来。菜短，明以六用为干，为神良子。为何良子呢？方才万岁金口一开，说他菜短，明以六用为干，规模戏言，什么乱奏，为神当然愧下良子啊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蔡提平身，下万岁。天下一太奇事，无奇不有。为什么表送不是？命以六用为干，莫不是上天有意安排？命以整数六用，为人民百姓服务。我相信百姓一听能够安居乐业吧。万岁，说的没错，百姓普施，莫非是天意？为神不能见上去，家乡百姓年头，洛阳有一条洛阳桥，其完全靠了个船客人来行渡，但是其那个洛阳港，佢讲是又急又长呐。确实有风浪反复，害得人人百姓命丧宫中，因此为神斗胆。如何呢？哎，万岁呀！
扬起个爱戴，彩缎出身洛阳，如今又成为洛阳的父母官，必定会尽力来合作到各位乡亲啊！洛阳除了蔡太人两班的闲人，俺哋的大家全部都欢喜。哎，错嘞，蔡太人呐，我有听人讲哦，讲啊哈，官人县令，别送府司，不了奉送开金口，系咪真件的呀？错，系咪真件的？蔡太人今日讲本爱的听啊！诸位乡亲，确实有此事，系观音菩萨显灵，本别送普施，奉送怎会开金口的呀？当初我家相公送金户口，婆婆即是向观音菩萨许愿，那是有高冲，将来一定会建洛阳口，造福百姓。想必一定是观音菩萨冥冥之中留恩你帮忙的呀。冇错，洛阳水泛一直困了百姓，采断异乡万岁墙面，不下20万两银去建造洛阳桥啊！哇，20万两啊，多钱啊！系啊，错啊！有了点钱来建桥，以后就唔是小港有水泛了。太人呐，聪明我呀哈，从事了建筑行业，我呀哈看出了洛阳桥，相当啊哈，系庞大嘅工程地嘛，详细那嘅算算啊咧，人力建材，我想啊哈，20万两可能冇啦，最少要30万两，30万两哦，马街爱30万两，这诸位乡亲，甘做得汤牙一言，从洛阳口系为了恩义同体百姓的生活。虽然朝廷佢只报20万两，但是恩义做得穷心协力，有钱嘅出钱，有力嘅出力，按样同样做得将口建好啊！对。蔡太人，我亲想要帮忙，啊，唔过我呀哈，看来金钱挑土有问题。佢按样人啊，佢连蔡夫人按讲，我6点30两，我冇喊，啊，先生，哈哈，嘿，夫人啦，计吼最近吼，你都弟妹，我就闲就赌一下吼。唔怕，我还有6两元，我全部见本呢。排势，我冇喊。这样的咱哦，作为乡亲，你就多多帮忙啊！哎呀，崔太人啊，爱想哦，爱妈叫捐2两本去啊，哈，记得来叫哈。相公啊，有心错口一乡里，空有包袱啊，唐营愿君且莫失自己，在世啊风发来，风发来在满天
在御花园之中，鞍山普司帮忙菜单，洛阳为官，人均开了2年，开国库20万，帮忙菜单错洛阳口，这金钱万事不就，不宜爱提挑土地，2人穷上2尺，就是带老土地过来。来呀，娘！参见菩萨，提掉老土地，不敌就好事情啊！为了菜单，爱错洛阳口，虽然人均开了国库20万，不过万事不就，提掉2年，想办法帮忙菜单。原来如此啊，这唔哈简单，只阿菩萨点石成金，菜单何愁？我见最粗口啊！哦，点石成金，30年一度，此言复数，危害万事昌盛呐！安尼么，我想想看呢。啊，有啊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乜嘅办法？不如安尼，菩萨，你变了一位罕见的名，坐在万法神上，四处奉上，讲味道错口，我人不款，希望本地的百姓用银两来得你，得多人就不给做不样，嘿嘿嘿。菩萨，你心通公开呀，这才冇可能不给得来。一来呀，虽然能得帮助，菜单出足了，绵羊做得出口啊。有理呀，老土地就命你化作神父，陪本草一同为民书。莫娘莫是莫地之言，开大黑暗卖春言，父母早早就是言，如同开山莫办喜言。海外穷苦做喜事，只有卖菜做生意，年口年长你生意，不要唔的菜那位，不要唔的菜那位。希望上前来保庇，卖菜上前来支持。希望上前来保庇，卖菜上前来支持耶。哎呦，来买菜哟！买菜喽！哎，嘅女，大海，买菜，买菜，卖菜呀！冇限你有冇限啊？来，兄弟，你家在哪天？托姑娘，好姑娘，那有一对嘅。你有所不敌。看来呀哈，你江上有一条万发财船，这船里当啊，有一位美丽天仙嘅太美。哦，听讲啊，这姑娘啊哈，佢一心向佛，佢为到啊，我输掉的金钱，来炒了条鹿茸头，炒菜船里当本人得钱，哎，
得不到几个人啊哈，你攞去拖转去做朋友。得钱咯！我用钱等的嘛。啊，这早就讨奖不用转去哦。唔错，我讨奖不用转不卡。哎，谭师哥，我睇你敷衍哈，全部标起来。我还老给请那种假身份领的嘛，我礼拜一定要得到佢，来讨朋友啊！按奖，你又冇钱，问你，问到按到做嘛个呀？你呀，错啦，你就买伢个菜就好诶，冇要，唔是冇要。用钱的些买是残穷吧？不过太极高，神仙恐吓从前而起哦啊！可见呐，你这姑娘一起中奖，人对我讲，有钱没钱，讨这姑娘赚了好高年。哎，我这边还有点没钱，不如我你碰碰运气，没听错啊！我本来得个奖姑娘来。钱的呀，相当王孙公子，那么呢，就是有钱的少爷啊。今日这祖上有几多拿几多来的，大家唔会同意唔会去。你俩就买菜呀哈，好人得乜个钱？你俩下一上实体嘞，喊你穿就唔伫店内位呀哈。你呀看你，真见迄泥菩萨哥讲。此计啊哈，此生难报。你俩身上冇办线啊哈，穷鬼啊！我靠你啊，跪下试试啊算你啦！哼，来者，你试试啊！喂，我去试，不去讲一下，我等想到人家有主张拿来拍。我耶，那是面前来的，我用办不安我。我现在呀，钱也没，不用也没嘞，天啊！我用办就好。
兄啊，哎呀，你呀是太过我有那红明的天在呀发空，在发空。天哪神哪在呀山啊了啊公啊，看破了一见那样啊梦，一见样梦。阿爸，阿妹，人的心肝有冇爱恨事？七早八早都丢下眼耳都掉，也冇留掉啊！做三本爱用，开爱啊！爱不有传没传爆哦，你什么爱痛苦？不如啊，那你把这里信息啊杀了，这要干啥？后生人，强慢，来。你满意，我要主动俺的思路。小兄弟，一则小小的眼光，你就爱求命，难道你无爱命上痴情啊？天儿欠俺的路，俺才这件没意思啊，所以俺想我死。你还样板讲啊？老爸，俺都阿姨去买菜的，太子家去俺买菜呢，俺呀轻轻抢抢赚到的钱呐，错不用的老本，买一点点乜敢讲啊？哦，洛阳讲有一条嘅万发财神，俺有听过啊。对呀，俺吹交钱，有个长些么，个有钱的，为得到这里错不用啊？所以你就拿人家的钱去得咯。错啊！俺是存到钱咯，那个买菜以前的老本，全部得下去。哈哈哈！我来问你，你爱得的时间，是在风头，也是风尾呢？看的是青春呐，要把这就得唔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买菜你看到蒋小姐呀，你贵些年就昂得去，你有没得风头风尾分得清楚啊？买讲啊，西洋国条，俺全部得条条，就要把就得唔到。咁有样，好，我来帮忙你。